陪伴我的心，是出平静甲安宁，予我伫满照风声，总听他的真理。 是出稳定甲安慰，你会听真正甘甜，天无条的所在，我要欢喜心，无论环境好歹，你我学落敬拜，你无条的所在，我要欢喜心。 无论环境好歹，我学落敬拜。这是咱来做伙感谢俄勒上帝，为着最近所发生的代志来上帝祈祷，甲感谢。欢喜的代志，咱来感谢上帝；悲伤的代志，咱嘛爱求主来安慰。因为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咱拢来爱敬拜咱的上帝，爱敬拜主。 咱做伙为着咱最近所发生的每一项代志来做伙，主来祈祷，主来和乐，咱来开声来祈祷。下面我的罪，搁一摆呼召咱真做伊的门徒，使用阮的性命来祝福这个世界，祝福这个土地，来传主的福音。咱做伙为着咱生命当中的罪来祈祷求主，搁一摆来下面我使用咱的性命，咱做伙来祈祷。 我要欢喜心，无论环境好歹，你我学落敬拜，你好调的所在。我要欢喜心，无论环境好歹，你我学落敬拜，你好调的所在。我要欢喜心。 无论环境好歹，你我学落敬拜，你好调的所在，我要欢喜心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我学落敬拜。接下来我们为着富强教会来祷告，求主兴旺富强教会，让我们成为一间愿意传福音、愿意学习主样式。 弟兄姐妹和睦相处，彼此接纳、彼此相爱的教会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成为这个社区的亮光，成为台南这块土地的祝福，成为台湾的祝福。主啊，你使用富强教会的每一位会友，从牧师到长职，到小组长，到每个服侍团队的首长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的心，有合一的灵。我们愿意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，来服侍你。我们也为着富强教会每一个家庭，以及在病痛中，现在在病痛中。 遇到困境的弟兄姐妹，特别为他提名来祷告。你所知道的，就为他来提名祷告。求主亲自的医治，求主亲自的安慰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显下极大的恩典跟神迹。特别为着今天牧师的讲道来祷告，求主使用牧师的口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要学习的课题。也为着今天亚东剧团戏剧的演出献上祷告，求主祝福亚东剧团，他们在世界许多地方。
也有很多的演出，都是为了要传福音到那个地方，都是为了要祝福那块土地。求主也透过今天的戏剧，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祝福我们的心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接下来我们为着台湾众教会的复兴来祷告。上个礼拜有许多的教会一起到长荣大学参加全球祷告会，主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合一。在台南建成400年，即将迈入第401年，上帝要使用台南的众教会来复兴这块土地，复兴台湾这块土地，复兴我们台南这块土地。我们特别为着台湾的经济的平安、社会的和谐、新的总统的带领，以及现在台湾种种困难的处境，特别献上祷告，求主亲自来掌权在这一切当中，因为只有主他可以改变这一些困境，靠着我们都不能，我们要靠着主，凡事才能改变。我们为着自己愿意回应呼召神，来传扬他的福音，献上祷告。我们不再当那喝奶的，我们乃是要吃属灵的干粮，我们要为主来奔跑属灵的道路。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，为着求主复兴台湾众教会，让我们成为台湾百姓的祝福。我们特别献上祷告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神说，我们在众教会祷告，求主使用我们祝福到这里，希望我们要合一的心，合一的人，让我们愿意来为主来祷告，使用这篇传福音的内容，我们是不能再面对的。再次呼召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一起用华语来唱主温柔的圣灵。主温柔的圣灵，让我全心感受，渗透我的生命，赐下平静和安息。你是我心的满足，主赐爱的真理，你荣光照向我，保卫我的生命，赐下平静和安息，让我感受你的爱。让我
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在呼召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在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，阿们吗？我们一起用极大的喜乐、有盼望来到他的面前，主啊，配得我们的赞美，一起来赞美他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流注在我里面。我宣告在我里面里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付出的世界，我靠近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我先拥有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，我觉我勇敢站立。小班知道，是的，主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声音、身体来赞美你。来唱，我的盼望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流注在我里面。我宣告在我里面里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付出的世界，我靠近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我先拥有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，我觉我勇敢站立。宣告在我里面里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付出的世界，我靠近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我先拥有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，我觉我勇敢站立。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在我里面里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付出的世界，我靠近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我先拥有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，我觉我勇敢站立。我宣告在我里面里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付出的世界，我靠近耶稣的名。
们仍然站立，我们要继续的来赞美你的名，因为主你的圣名配得我们敬拜。哈利路亚！耶和华的圣名配得我们称赞，因着你的名，天使都要来跪拜。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敬拜你，是吧？靠着你，我们才能面对这世上的一切困难。我们要不住的赞美你到地极。一起来呼喊主的名，亚威亚威。主的赞美充满诸天，到地极。
咱做伙来唱圣诗590首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。